第一章，奇幻重生。王大力在一陣天旋地轉後，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荒蕪的草地。天空中烏雲滾滾，不時有紫色的閃電在雲層中穿梭，映照出周圍陰森的景象。遠處，一座古老而殘破的城堡，矗立在山丘之上，散發着神秘而詭異的氣息。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的身體輕盈且充滿力量，低頭一看，身上原本那套樸實的菜販衣服，不知何時已變成了一件粗糙的亞麻布衫。王大力努力回憶，才想起那個見習神明說的話，意識到自己來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。就在這時，一陣狂風呼嘯而過，風中隱隱傳來痛苦的嘶吼聲。王大力順着聲音的方向望去，見一群身形高大、皮膚粗糙如岩石的食人魔正圍攻一個身着白色長袍的女子。女子手中法掌頂端的水晶閃爍着微弱的光芒，她口中念念有詞，試圖施展魔法抵禦食人魔的攻擊。王大力心中正義感爆棚，毫不猶豫地朝着那群食人魔衝了過去。食人魔看到這個突然出現的人類，發出一陣刺耳的嘲笑。一隻體型較大的食人魔揮舞着手中的巨大木棒，朝着王大力狠狠襲來。王大力憑借着身體的敏捷，輕鬆側身躲開，緊接着一拳重重地打在食人魔的膝蓋上。食人魔吃痛，撲通一聲單膝跪地。其他食人魔見狀，紛紛圍了上來。王大力在食人魔的包圍圈中靈活穿梭，他發現自己的力量超乎想象，每一次出拳都能讓食人魔們踉蹌後退。